大家好，我係1B30號。我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圖書就係《新古文觀止》嘅故事。《古文觀止》係進入古典文學同埋學習文言文嘅入門，其中收錄嘅篇章短小，文辭優美，一直都係學習文言文嘅經典教材。呢一本書以新觀點、新角度，重新精選古文觀止同埋歷代嘅好文章，輯成新古文觀止，並搭配以作者現代小說嘅手筆，重新將原文同埋以白話文嘅形式成為故事，再搭配相關嘅情景漫畫對白，加上作者評點出故事背後嘅寓意同埋精神，打造古今完整嘅經典好文章嘅學習模式。古文觀止嘅文章主要出自《左傳》《國語》《戰國策》《史記》等史書，亦都有好多文學家所寫嘅論文，而呢啲文學家大多都係身兼政治人物，寫作必須有所保留，所以呢一啲論文都留低咗唔少玩味之處。呢一本書精心挑選古文觀止與歷代嘅筆記小說、傳記、古典小說中精選出最經典嘅古文、最重要嘅50篇同埋名句中嘅50則。相信好多同學喺學習文言文篇章嘅過程中，都會遇到語言難以理解嘅問題，而呢一個時候，如果有人可以幫助到我哋解答呢啲難明嘅部分，將呢啲難明嘅部分通通轉化成現代而容易明白嘅文字語言，再配搭精彩有趣嘅注譯，咁呢啲古老篇章嘅學習就唔需要咁困難，可以輕易解決，而呢一本書就可以達到呢一個嘅目的，所以我都好推薦大家去閱讀呢一本書㗎。我今日嘅分享完畢，多謝。